问询编号0756，问询对象苏北旦，事件科尼尔皇家舰队33舰队旗舰，关于重装甲号遇袭事故的调查与问询。调查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说说上佳号。上佳号开始坍塌。我们定位到明尼，并跟着他来到了一间沙塔克的密室。然后是什么？我看到了李月素和明尼。站住！我说站住！从那时起，一切都有点失控。别再往前了，别逼我！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不需要你对我指指点点，离我远点，杰克！我的生活我会自己安排的。那就动手吧，快点动手啊！我没教过你吗？动手啊！好好干的技师，你好点了没？来，药剂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立刻汇报监测状态。虚星体的波动已经连锁引发了狄拉克海的能量浪潮，目前船体的中央离心轴承受损严重，2号环主结构支架明显受力不均。下一次浪潮什么时候？预计15分钟。收集样本，去找条能离开的路，带上他走，准备撤离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什么目的？此刻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。我们要对付的险境远超你的想象。我会照顾好你的朋友，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他在吞噬我们，他在吞噬所有的东西。boss， 来时的路已经塌陷了，要另做打算了。我知道一条路，在哪儿？这是我的！你要干嘛？这是我的黄金，混蛋，黄金啊！我们找到了那条还没有坍塌的路，撤退的路上还遇到了他的海盗朋友。金泽，上了。我想应该是吧。老爸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快走！别废话，快给老大开路！快走！快呀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密会一直致力于保卫科尼尔星域文明的安危，几千年来一直在防范与探知虚星体宙者裂隙具体信息。说白了，这次还是你们带我们过来的。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，从天锤星就开始了。是的，马修那条线我们跟了很久，之后就断了。我们定点扫描了周遭所有的数据，定位到你们。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到你们。你们，我们有最先进的刺猬面隐身航空器，雷电人的东西不好搞的。
这管药剂你会用到它的。克里约斯，快走，回到天锤星去，快走啊！飞船就在前面，上面有操作指南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它回到天锤星，会有人和你们联络的。走啊，别回头，快走啊！照顾好我的朋友，他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听到基德少儿就在门后，我是不会丢下兄弟们的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打败他，一直做自己。快！快啊！老大，我没死，这个我太完了，太完了！这是该死的，和明尼邓迪斯，湾区著名的女海盗。我知道那次我和李元素逃出了上甲号，飞船就在眼前，大地开始颤动，炙热的白光吞噬掉了我们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在重装甲号的医疗室了。